有的翻译是叫做你信实和广大，有的是他们当然唱的歌词是啥？有声音吗？敢有声？他们当然唱的歌词是啥？你信实伟大有的歌词翻译作你信实和广大。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们礼拜最后一首就是这首《你信实和广大》为什么信实和广大？为什么？为什么结婚的时候唱你信实和广大？会当娶某上帝应允有实在对无？有同意无啦？有啦。有无？无人爱赢啦。无人要甲我赢咧。结婚就伟大。结婚就伟大吼。刚结婚就足够啊。刚结婚就足够，阁有人敢嫁咧，这毋才够咧。佫较够。嘿啊。我妈妈过身的时，佫袂熟的最后一条歌，嘛是你信实和广大。为什么？为什么告别式当中也是唱你信实和广大？你来听过吗？对阮来讲是失去妈妈，妈妈过身，是安那嘛是信心何等伟大？因为上帝伊的话，伫人生每一个阶段，伫人每一个欢喜，伫人每一个欠缺内底，伊的应允拢实在，所以伊的信心有够大。我想这就是咱伫信仰顶悬，咱所行、咱所学习的。所以咱今仔日今天的这一讲题目是什么？跨出生命的界限。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跨出生命的界限？为什么为什么是跨过生命的界限？有没有看到商店？你看到什么商店？有良意。以前有良意啊。有哦。还有嘞？这个比较小这比较小。一共三间店然后那个我有看到哦。这个是什么？不知道董家什么东西其实我已经忘记了。锅贴啦，锅贴啦，它这个荧幕不清楚啦。然后锅贴在旁边呢。重庆小面。其实我在那边看到很多吃的，温哥华都有而且味道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温哥华真的是很特别的地方。去到那边结果你如果比较一下不要讲价钱温哥华比那边更干净，更干净，我觉得这个很难得。然后最后一间第4间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第4间是啥。可是我知道的是我想过去对面，我怎样？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马路的栅栏。它有栅栏在，而且很多路都有栅栏栅栏是这样。栅栏。这个栏杆这个栏杆袂使过。就行袂过行袂过。伊足侪路大条细条拢安尼是安那要安尼？伊就是我爱互你过嘛。是安那无爱互你过？
因为没有秩序，车子、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还有行人，全部都怎样？人做伙。遗憾哦，伊的人行道我足欣赏的，人行道有够宽，所以我感觉人行道行起来足舒服的。可是他们人行道，这等一下会有照片，等一下到的时候再来讲。所以为什么要跨过生命的界限？因为有障碍。有障碍，有阻碍，你无法度过，所以才会讲咱需要跨过生命的界限。因为有阻碍，我们有限制在，我们有一个限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跨不过去。为什么会跨不过去？我们来看一个经节，记载在历代志上4章9到10节，这个应该是大家很熟的经节。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你的圣经，把它夹起来做记号，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应许。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应许。如果没有带圣经的，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看这边然后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上第4章9到10节。看前面的好不好？不好，因为看前面关掉以后，你回去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咱需要做啥？爱摕出咱的圣经，甲伊记起来，甲伊抄落来，安尼才会当成做上帝对咱生命的应允。历代志上4章9到10节，我们可能有不一样的圣经版本。等一下我来念这个，然后大家一起来念前面的是第9节，后面的是第10节。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很熟悉的经文大家都以前有一本书叫做雅比斯的祷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雅比斯，我们一起来念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我们再来念一次再来念雅比斯预备来。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记载在哪里？历代志上4章9到10节。好，把这段记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收获。这就是上帝信实何等广大。他的信实是什么？我们今天从上帝得到的信实就是这一段话。雅比斯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就只有这一段而已，其他的没有了，不再提起雅比斯。所以这个雅比斯到底是谁，没有真的很清楚。但是根据圣经经节里面讲，他的母亲给他取名叫雅比斯，意思是什么？生这个囡仔就痛苦。是安怎痛苦？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为什么他的母亲生他甚是痛。唔知是头受大了歹生，还是因为生这个囡仔了歹饲，还是生这个囡仔无受祝福，还是安怎？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说，当这个雅比斯他被生下来以后，他晓不晓得他母亲生他是痛苦？我觉得他知道，他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才向上帝祈求。他向上帝求告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什么？他跟他求什么？他说：求你赐福我，求你赐福于我。赐福什么东西？3样。第一样，扩张我的境界；第2样，
常与我同在。第三样，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哇，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比斯他的母亲生他是痛苦的，所以他就跟上帝求告：上帝啊，我如果是个不信的人，求你祝福我，让我成为一个幸运的人。我想亚比斯在这个当中，借由他向上帝的祷告，要改变什么？改变他的命运。他向上帝的祷告，想要改变他在人间，他在出生之后，他所受的不受重视，或者是他所受的不平待遇，或者是他所受的没有办法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被祝福的人。所以他做了什么？他向上帝去祈祷，去求了这几件事情。我想在这个当中，我们可能也会想到说，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像亚比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走得很远，我们走得很长，我们走得很宽广，但是在我们心里的某一个部分，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我们是被牵绊的，我们被限制住的。有的时候那种牵绊跟限制，不是我们自己所说所做而得来的，那有的时候是我们没办法被控制。亚比斯是一个被捆绑的生命，而这个捆绑的生命不一定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它可能来自遗传，来自于我们的家庭，来自于我们的外在环境，甚至有可能来自于什么？来自什么？也有可能来自我们的年龄。了解这个意思吗？有可能有的时候来自于我们的社会环境改变，有的时候来自于我们自己想法会跟不上我们的小孩。很多较早入来，敢有看到囡仔伫遮咧耍？啊，伊咧耍，看到敢若足好耍安尼吼。啊，恁敢知伊咧耍啥？啊？念来念去，拍来拍去。念来念去，但观察得很仔细。哎，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了。很多时候，我们外在的环境改变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有一个理论，然而，不管是我们的生命是如何被捆绑，我们却可以借由主耶稣基督去打破这样的限制。因为我们有权向神来祈求，这就是亚比斯祷告一个最好给我们的示范。因为上帝的信实和广大，他应允我们的，他必做到。有一个理论叫做心灵肿瘤理论，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肿瘤？就是所谓的癌症，就是所谓的癌细胞。癌细胞是一个坏的细胞，所以当坏的细胞比好的细胞胜过好的细胞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那被侵犯的器官里面就会开始出问题。然后有一个理论叫做心灵肿瘤理论，他讲说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产生的某一种伤痛、某一种创伤，会影响到我们对其他器官应该有的知觉跟感觉。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一样啊。我先用身体做比喻，我们当中可能过去很多人都很喜欢运动，运动好不好？好。运动有什么好处？保持灵活。运动有什么好处？细胞增加脑内啡，会让你快乐。这个很重要哦。你运动的话会让你快乐。还有运动可以怎样？减肥。每个人想的都不太一样，不过都对的。阿哥上。健康有运动保持健康，说有要活就要动。
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好处，所以每个人是不是应该照理来讲都会想要去运动？这是上爽快。你这个不一定讲的哦，我怎唔知要怎讲的。是的啊，你就歹问啦。嘛是你唔对。嘛是我唔对哦，问了不该问的这样。假设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运动，不要那个脸啊，大部分都喜欢运动嘛，对不对？没有。好。但是为什么本来喜欢运动的，突然没办法运动？为什么？身体出了状况，他可能受伤了。比如说，你本来很喜欢爬山的，当你的脚如果扭到了，会痛，对不？你就无法度行，你甚至无法度走，啊，你无法度去运动。啊，如果是那个手受伤呢？手受伤会怎么办？没办法打球。所以，当你的身体有一个器官受伤的时候，会不会妨碍到你原本想要运动的欲望，跟你想要运动的方法？会。你一只手受伤，会影响你全身，因为你一只手受伤，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你原本喜欢打的球。然后刚才三哥咧讲，伊看到小朋友在丢篮球。你可能刚刚讲啊，小朋友他也在篮球拢踢白搞安尼吼，打不到篮板，结果家己球踢起来踢落咧，也打不到篮板。啊，为什么？老化，年纪大，因为他80岁的跟8岁的比哦，他不会赢的。啊，还有嘞，当我们这样的伤痛是产生在心里的时候。它的结果会让我们的心整个都不健康，它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那个很漂亮我是男生我看到一个很强壮的，然后身体肌肉很好的，所以我原本应该要向他看齐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之对吧？本来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见贤思齐。焉各有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之看到迄个人足好的，所以我会想要对伊。若看到人无好的咧，我会反省我是不是甲伊同款。本来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可是当人的心里会产生嫉妒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人比我还优秀，比我还帅，比我还高，然后做的事情比我还好的时候咧，我不是去在那个地方。去跟着他学习，反而是嫉妒、吃醋，甚至生气，最后恼羞成怒。哇，那这样的情绪会不会影响我对他这个人，或者是我对事情的判断？会。所以，当我们的心里有一种伤痛在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感官。本来你只是对他这个人。有一些情绪，可是这样的情绪却会妨害到我看其他的人都一样。这样的情绪我们叫做心灵肿瘤理论。安尼有了解了吗？对，客气。来，右边那个照片，你看到什么？对，手扶梯。然后你看得到字吗？看不到。看不到，这个没有办法放大。2楼，上面他写2楼，所以你的经验告诉你什么？我现在在1楼，然后我只要上这个楼梯，没错对啊，没有错啊，他在1楼，所以他讲说往上去就是2楼嘛。然后它有电脑，有数码，有生活电器，有苏宁金融，有苏宁体育，苏宁是一个公司啊。然后你看到这个手扶梯，你看到这个牌子，你的经验告诉你什么？我在1楼，所以我如果从这个电梯上去，我就可以到2楼去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的经验是不是这样？
没有错哦，没有错哦。那你怎么上去？你上去啊！结果往下了。再绕一圈啊，让它标志坏掉。哦，你看，很多人都讲说要绕一圈，要走后面。左边是下去，都是那个走好快一点。一定有一个地方有错，对不对？哀伤的。看是路有错，牌子有错，还是电梯的方向有错，对不对？一定有一个地方有错嘛？那请问是哪一个错？箭头。来，我好不容易到2楼了，现在我又看到往3楼。3楼，这个字比较大的哦，上面写什么？厨卫彩电哦，应该是那个厨房的那个台子那种啊，还有那个电视吧，大概是这样吧。对，然后你看到这个，你的经验告诉你什么？上去。上去以后是3楼，对不对？你确定吗？下去。还有坏掉。我跟你讲，中国专这啊。你这个三光龙找先例没有？对。造型类的。因为有电视嘛，所以照可以 reverse，可以2个，可以上可以下。它这个大概是关里面也没有对。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可是我纳闷的是中国很多东西硬体上面做得很好。可是当你看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牌子你要去的时候，你看到的结果跟你看到的牌子不一样。那个男生厕所里面不是啦。男生厕所有小便斗，然后小便斗跟小便斗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板子。通常我们的经验，我都讲说我们的经验啊，因为我都以为我的经验是对的，去到那边我都发现不知道是东西有问题还是我的经验有问题。那个小便斗通常应该要长一点，它可以挡到，对不对？挡到左边跟右边的。可是我发现我在中国看到很多厕所里面的小便斗当中的那个隔板，比小便斗还短。意思就是小便斗当中有没有隔板？有隔板，但是没有作用。这个楼梯有牌子，有手扶梯，但是没有作用。有了，那给年轻人用好的。这种就是心理健康的啦。哪不健康的嘞？不健康的就是开始骂的，这什么所在啊？做这个电梯做安尼。真正安尼啊？真正安尼啊。真正安尼的啦。哎呀。另外一边有另外一边的，它另外一边可以上去。另外一边可以去，但是你在 shopping 啊。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的电梯方向跟它的标志没有一致，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出现这种问题哦。真正安尼啊？你也谁去点嘛这边？意思就是说，它的标志跟它电梯的方向没有一致啊。好像台湾也有这样，他会弄错。台湾也有这样，他要你，他只是说它上面有什么东西，然后要再绕圈子。有一些在盖里上面后面那个标志上面，那个标志写下。没有，台湾也有这样写。它的标志，我认为啦，我的经验啦，我看完以后，我认为说它应该是标志错了啦。没有错。没有错。台湾也有这样。那这边上去了。他只是告诉你上面是什么东西而已啦。
下来的，那个电梯是下来的我啦。说标志没有错啦，真正标志，你坐啊，真正上吊来，我有那个是下来的服务标志在那。标志没有错，是什么错了？标志对啊，对啊，那不是在电梯好像他没有看上，还是很重要。他两个一个交流的对啦，他的问题就是两边不配合。但是我刚刚为什么一直强调从我过去的经验，就是我一直都認為，如果他的指標往上2樓或者往上3樓，他的電梯應該要同一個方向。对啊，啊，那是我的經驗啊，你的經驗也是這樣嗎？那如果后面的话，他会画一下。但是今天我看到的就是他不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是他挂错了，或者是他就是要我脑筋急转弯想办法上楼。不知道，入境问属啦。入境水属啊，入境问属啊。造型艺术。不是，就是在中国哈，那个硬体的建设都很漂亮，但是他们软体或者管理上都很差劲。对。所以就是懂了，就是他们闻到什么地方都。我的体会就是这样。然后刚刚我们第一张照片，我们那个要到对接去，为什么它围了那么多的栏杆？它这个是在交通工程上是一个 regulator， 让你整顿你的交通流量。他要行人，他要车辆学习去遵守，所以他在一个过渡期，我是这样想，他要人在那个地方遵守。啊，有这个栅栏的哈。他就会想办法遵守啦，人还是会跨过去，但是至少车子会比较有顺序。可是如果没有那个跨栏的嘞，没有那个栅栏的嘞，我那个照片没有弄出来，那个车子是东西南北什么都来的，所以我只好站在那边看人家过马路。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被限制住，我们被什么东西限制住？有的时候被我们自己的能力限制住。有的时候被我们的经验限制住。我刚刚一直强调我的经验，可是我的经验一定对吗？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也许做的人有他另外的用意，只是我没有问，所以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的经验一定是对的吗？有的时候又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限制我们的生命力。可是有的时候限制我们的就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过去的经验让我们没有办法走到路的另外一边去。亚比斯刚刚的祷告，他向神求赐福，他求哪3样？还记得吗？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境界。第2个嘞，常与我同在，常与我同在。第3个，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患难，不受艰苦。好，如果今天亚比斯他用这种心态在求，第一个求扩张他的境界，那以我们读圣经的经验，你觉得亚比斯他遭受的是什么？穷。他很穷，还有嘞，为什么要扩张他的境界？难产，他不知不觉的觉得他就是要出生就是很困难。那个心理状态开始就有这个困难，障碍的困难。他可能就自卑了，他可能就被他自己的出身给限制住了。他这个境界应该是讲地如他要。如果他讲的是地的 land 的话，那我的直觉就是他讲的是财富，因为地越大，财富越大嘛。他可能是这样，然后后面再穷。那有可能啊，所以是穷嘛，对不对？那有可能，因为我们都没有答案。整本圣经77卷里面，讲到亚比斯只有这段经节，第9节、第10节，其他没有了。所以我们就这人爱看。但是我们不知道亚比斯这个人，他到底是尊贵的，
或者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最后在第11节，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第11节里面他讲说，所以上帝应允他，他让他比他其他的弟兄还要，你的圣经写什么？尊贵。哦，所以上帝应允他，让他比他其他的弟兄还要尊贵。是亲弟兄还是教会的弟兄？我不知，我不知呀。我们只知道他跟上帝求了那3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上帝让他比他的弟兄还要尊贵。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但是如果比他弟兄还要尊贵，我在猜想，他可能本来是做不密的，伊款这是私生子诶。他冒犯这个，他是不是他身体上的今年发生了残缺？也有可能，哎，我一直强调我们不知道，因为整个圣经里面只有这些说他生他很痛苦，所以那个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有那个，在下意识就很困难，要出生很困难。生命的出发点就已经比人家还要卑微。所以，伊可能出血，他是难产的，或者是他是生命很卑微的啊。我谈出来解释是，说不定他是私生子，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向上帝祈求之后改变了他的命运，这点是我们知道的。所以，上帝怎么祝福他？上帝祝福他，刚刚我们讲说开阔他的境界，突破那个境界。有可能是土地，有可能是财富，可是我觉得最大、最重要跟最出发点是先改变他的心态，他的心态先改变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的解释，他的第一步是开阔他心灵的触角，这种心灵的触角跟我们刚刚在讲的心灵的肿瘤刚好是一样的意思。如果这个亚比斯在他的出生当中已经有一个东西卡到他的心，让他心很自卑的，他看其他的东西会怎样？都会很狭隘。他只要看到有人在看他，他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歧视我？你是不是在轻视我？即使别人没有那种意识，没有那种认知，即使别人根本就完全不认识他，但是他心里还是会这样想。因为他心里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受伤了，他的心一开始的时候就被限制住了，所以他跟上帝求的是：上帝啊，你赐福于我。结果那个赐福，第一个是开阔我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先被限制住，先被辖制住。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敢往前走。第二个，他向上帝求的祝福是什么？常与我同在。所以我的解释是，那个是一个应许同在的自信。我们今天，我们昨天晚上晚岛的那个文章写什么？不对，是今天晚上哦。昨天晚上，有一篇爬山的，对不对？好，爬山的。对。有没有人自己去爬山的？其实比较少啦。通常自己去爬山的都是很 pro 的才会自己去爬山。为什么？因为自己在山里面会怕。你怕的不是山，你怕的是什么？怕熊啊！不行啊！不行啊！那没有这个经验吗？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你都不会怕。你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怎样？什么害怕都出来了。我其实今仔透早足早就起来。我本来是已经准备好要出来运动啊，结果我叫唔到室友啊，我真正叫唔到室友啊，我甲什么人困啊？甲林敏珊困，结果甲林敏珊困哦，我才换衣服而已呢，
爸爸你要去哪里？一岁跟他说爸爸你要去哪里？哦，就我去运动。哦不要不行啊，你要我一个人在里面哦。严啊，也惊，他会怕，他怕一个人，他怕孤单，就很奇怪哦。当你晚上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很多人一起走，你都不会怕哦。可是你一个人在走的时候，你就会怕。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一个人走跟很多人走有什么不一样？人多好办事，被小怕嘛靠啦。熊就不会来。孤单的时候很喜欢。有伴可以走更远的路。哦，有伴可以走更远的路哦。你看哦，这都不是我讲的哦，是我们大家讲的哦。有伴可以走更远的路哦。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多的时候，我们不会怕；人多的时候不会乱想；人多的时候，我们能够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可是当你一个人孤单的时候，就会开始怎样？就会乱想。唔係有迄個無開無，唔知有抓。我本來是講會飄的那一種。你若一個人去，你若做一個人去森林，你袂驚；你若一個人去森林了，開始講，這不知道有沒有熊。有。我要去運動，然後那個女兒躺在床上，她馬上醒過來，爸爸你要去哪裡？你要放我一個人哦。愛得別好啊。為什麼？驚。我想真濟時咱就是安尼，所以雅比斯伊求啥？神與我同在。上帝啊，我向你祈求，當這個世間沒有一個人願意跟我一起走的時候，上帝啊，請你跟我一起走。這是信仰當中幫助我們人不孤單。當我們一無所有，當我們沒有同伴的時候，我們至少還有那種自信說，上帝啊，你與我同在。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領我到可安歇的。你這個自信哪裡來？這個自信哪裡來？難道不是跟我們的弟兄姐妹一次又一次的讀聖經，去提醒我們自己？當耶和華是我牧者的時候，我必不致缺乏。可是當我們自己在讀詩篇23篇的時候，有的時候讀不出那種感覺。為什麼？因為自己讀啊，有的時候胡思亂想。有的時候讀聖經就是要有同伴，即使領受上帝的話，也要跟同伴一起去領受。不然我們看不出來，聽不出來，神到底對我說了什麼話。今天早上討論的題目裡面，神的話跟人的話跟神的話有什麼不同？有什麼不同？有討論的舉手。有啦哦。人的話跟神的話有什麼不同？來源不同，應許不同，力量不同。可是，在那個過程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當我們要持續去接受神的話的時候，我們需要怎麼樣接受？回到聖經，要回到聖經。我們可以想到很多人跟我們講的話。但是我們如果要一次又一次的確認神對我們的話、對我們的應許，那我們必須回到聖經。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一起讀聖經的原因。然後第三個，雅比斯他跟上帝求什麼？不受艱難，不受患難，不受艱苦，這是什麼意思？這代表說他的生命就一路平順嗎？我想不是。但是他跟神求的是，即使是在風浪之中，在不順心當中，還要有所平安。
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叫做《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涯。然后嘞，要向前，要向前。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涯，直到安底天家。啊，这首歌从哪里写出来的？圣经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圣经说，那个耶稣门徒要在晚上要过加利利海，结果到加利利海的中间的时候，突然起了大风大浪。有没有人记得为什么加利利海常常会突然起大风大浪？黑门山的风流。你讲了，我就无话通讲。是的啦。我唔知影是港德，敢若港德嘛捌讲过，查经的是嘛捌查过。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它旁边是什么？是黑门山，后面北边是黑门山，然后它黑门山后面就是会有风，然后地形风吹过来以后，它会突然下降，然后吹到加利利海的海面上。这跟迄个屏东的迄个落山风很像，就是那种样子。所以也一个熊转起大风，迄个屏东的落山风，我唔知恁敢有迄个印象？迄个落山风嘛，一头迄个货车会吹倒，然后红胎可以把货车吹倒，那个高的那种货车就把它吹倒。所以这种情况发生在加利利海，刚好就是那些船本来在那摇啊，结果船一个起风，船安那，船入水，船入水，迄个因伫遐咧较水，伫遐咧游，耶稣伫在咧困，在船舱睡觉，在后面睡觉，然后门徒就去把耶稣叫起来说：“夫子，你不救我们吗？”结果耶稣醒起来，甲讲啥？干咩？你这小信的人呐！然后耶稣就喊了什么？斥责风，然后斥责风跟斥责浪，风停吧，浪静吧，然后就怎样？风平浪静就停了。然后耶稣跟门徒说什么？你这小信的人啊，你没有信心。可是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耶稣几个门徒？12个门徒，几个在船上？我不相信有人知道，因为圣经没写。可是我在猜，彼得、约翰应该在船上，还有谁会在船上？捕鱼的。还有几个门徒是捕鱼的？12个门徒里面有4个门徒是捕鱼的。那4个门徒，安德烈，雅各，4个门徒是渔夫。如果在耶稣要上船要渡过加利利海的时候，你认为这4个门徒会不会在船上等耶稣？我觉得会，因为那是他们在行的。可是他们在行的，他们是渔夫，他们没有办法应付晚上船遇到风浪吗？他们是渔夫，他们在船遇到风浪的时候，还要去拜托一个木匠吗？他们有没有找错人？没有。他们没有找错人，因为耶稣真的撇清了他们生命当中的风浪。有趣的是，他们是渔夫，他们的专业就是在湖上、海上、船上，但是他们在人生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依然回过头去找耶稣。
亲爱的弟兄，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当我们在不顺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祈求那样的平安。不论我们在我们生命活的领域当中有多专业，无论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有多深的体会，可是当我们真的遇到生命的关头，在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找耶稣，那是在那当中求神平静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浪，而不是让我们一生从来没有遇到风浪。亚比斯跟上帝求了这3样东西。来，各位看到什么？有一只狗，其实那只狗叼着另外一只狗，它叼的是一个布的狗，然后这只狗很可爱，也很顽皮，因为这个是早上这个板子就是类似那个便利商店前面的那个站板，我坐伫遐桌啊，伫遐咧食早餐，要看迄只狗仔咧佚佗，结果迄只狗仔走来走去走到全无去，伊主人甲叫伊就搁转来，因主人为着要无爱互即只狗仔伫遐走来走去，全等起去，等伊的玩具而已啊。我有听到他们在讲，丢了一个玩具在那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主人也厉害嘞，在那边资源回收整理东西，然后那个狗在旁边玩那个画面真的是很美，我觉得很棒。可是当我拿出手机要来拍那只狗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东西，他们在整理的是什么？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在整理资源回收，我以为他们是在整理垃圾可是我仔细看了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是货运而且我一开始为什么会认为他们是在整理资源回收或者是垃圾？因为他们东西都用丢的就搬家吗？他从这个地方，然后丢过来一样丢丢这一台丢这一台。我再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发现这3台车是什么？送货的车啦。然后我再仔细一看，我才发现这不是垃圾这是包裹是我们寄东西，你去淘宝网买东西的包裹所以终于印证了我弟弟讲的一句话，他说淘宝买东西一定要包得很好，他要塞很多东西，不然东西都摔坏。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摔坏了，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丢的。他那边那个什么棍手我看起来嘛是棍手。可是我就是因为早餐吃完以后，我眼睛突然亮了。有写地址吗？有它上面有贴。我后来有看到，然后这个不是垃圾它这是一个大的东西，它全部都是包裹黑马包裹，黑马包裹，这种包裹全部规山拢种包裹包裹，我本来看不出来，我唔知影我是吃完早餐眼睛突然亮了。网购。你有我要看讲有地址有销的包裹，够大条这起货运的车，我后来才发现这是货运的车，然后这个全部都是包裹，不是垃圾，不是垃圾。可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好的东西被当垃圾，坏的东西被当包裹，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像这样能够好好的整理难干一乱。有一本书这个是我最近在读的书，上次有讲过，它叫做《抢救简居族》这个简居族迄阵讲到的是，当你社会能力失调的时候，你会失去你跟外在接触的能力，以至于说你会困在你自己的想法或困在你的家里。这种最具体的东西就是有人有小孩他足不出户伊无法度去工作，无法度去读册，无法度去建立他自己原本有的人际关系。然后我这次回台湾有一个去找另外一间教会以前我拢做伙
做伙同工的吼，伊是北京教会技术，伊家己咧开补习班的，然后他之前都会参与我们教会的儿童营，也参与他们教会的儿童营，他都带得很好。然后他们在他们教会办这种类似这种儿童营或者是青少年的营会，已经做了10几年了。就是从我迄阵打起交情的时就开始在做，一直做到今后在做。但是特别的是，时间在过，囡仔会安那，囡仔会大汉，所以国中的变高中，高中的变大学，大学的嘞就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完了嘞。就结婚，就结婚了，哎，可是有趣的是，当他在跟我讲某一个人的时候，我有吓到。有一个女孩子，她是念高雄医学院，高雄医学院其实我不太记得她念什么科系，但是我知道她家里很有钱，所以当她高雄医学院毕业的时候。他爸爸送他到国外去念书，到纽约去了。然后到纽约去念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书读得怎么样，但是他交了一个男朋友，后来结婚了，不错吧？不错。问题就出现了，他结婚以后，他住在纽约，结果嫌纽约足细间，这也当体会啦因为纽约太贵了嘛。纽约很贵所以那边的房子可能就没有办法跟我们这边比，甚至更没有办法跟台湾比，因为台湾的话，你要买大房子会比在纽约买大房子要容易多了。结果呢？结果是他跟他先生结婚以后，他把他先生留在纽约工作，然后他自己回来台湾，帮他哥哥顾小孩。帮他哥哥顾小孩。我讲这个例子，你想到什么？如果要帮他哥哥顾小孩的话，有需要让他爸爸1年花个200万送他去纽约去读书吗？如果要帮他哥哥顾小孩的话，他干嘛结婚呢？如果他要回家帮他哥哥顾小孩的话，他人生的历程干嘛绕这么一大圈？所以问题出在哪里？根本没有给他。哪有他哥哥啊？我无讲伊是医生，我无讲伊是医生，我甲他讲伊是高雄医学院毕业的，伊啥物科系我袂记啊，买是复健还是啥的我袂记啊，我袂记啥物科系啊。够用的，够那个真好啊。无歹啦，嘿啦，无歹啦。迄我嘛唔知，因为我无捌甲伊先生，我唔知伊先生咧创啥。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我嘛唔知影。但是我知影的一项代志，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回家，因为爸爸会养他。因为爸爸会养他。因为厝里无欠钱所以爸爸的心态就是无你就回来你感觉无好，无你就回来反正暗时无钱互你开帮一个哥顾囡仔，只是变成一个工作职业当中的借口，说反正我有事情做。这个不是很典型的例子，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心态已经变成简居族。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他被自己的经验、想法还有情感给困住，他没有办法继续走他人生应该走的。如果他今天30几岁，他结了婚，他应该要做什么？他还到国外去留学，他应该在他的工作上面要去看是去贡献，或者是在你的工作上面去寻找成就，或者是生小孩。我另外一个看法，好来，可能你无想到讲，这个查某囡仔也许他在纽约善受挫，而且生病，这爸爸的听是一点来对不对？伊是安稳的生活，
听讲伊是有啥物，也许是生病，我想起来。哦，有一个家，有一个父母的心目中，绝对是爱囡仔吼，安尼全健康，啊有前途。无讲吼，囡仔吼啊，就无法度生活，等下我想我想伊有困难，父母在，无讲出来。一进贡的物件吼，刚好就是简居族的标准要件。第一个，他在外出的地方他受挫，他自己应该有他的路要走，但是他遇到了挫折，他没有去突破他的挫折，他的父母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让他回来，回到一个安全居住的地方，所以他再也走不出去了。这刚好就是简居族的要件。第一个受挫，第二个他有一个安全的舒适圈，而通常这个安全的舒适圈出自于哪里？出自于爸爸妈妈的爱心。我无安尼讲，我无用迄个名词，我讲的两个要件。第一个是他在他的人生路程当中受挫，但是他没有办法去，他没有力量去突破他的困难，他反而在他的后面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舒适圈，所以他退缩，他回来，他去帮他哥哥顾小孩，因为他爸爸告诉他讲说，啊免烦恼啦，啊若纽约歹吼，转来厝里啦，啊毋是饲你袂起啊。所以他变成什么？他走不出去了。跟他老婆回来不知道。安尼敢算父母亲来父母亲啊，害他？这个没有对和错。我们不是用对错去看待，我们也不是说用害，因为父母原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出于他的爱，他看重他的孩子，他爱他的小孩。可是简居的意思也不是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说他在家里，其实一个简居就是什么都不愿意做，什么都不要，就是整天吃饭、看电视、看电脑，整天就。哦，不见得。简居的意思不见得只有这么狭隘，说他就是那个不出户。不见得是这样。可是如果简居，如果局限在说只有说这没有出去外面社会工作，只是在家里面工作的，那算简居的话。当然，如果是在工作的话都不算。那可是他照顾他哥哥的小孩也算是他的一个工作。可以请外佣，请工人就好了，不需要请个高小一先毕业的。只要上帝是他，像他的爸爸妈妈，我们就像那个你是，不就是一样嘛？你走过去就是要回到那个地方。对，这个就好像我们圣经里面那个父亲等着第二个小孩回来，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我们用这个信仰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部分倒是蛮贴切的啦。但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就是因为这本书他是一个日本的作家，他研究了很多日本的年轻人，他们遇到的很多在人该成长却没有成长的那种，没有办法继续向前走的那种困境。但是我们的圣经，我们在讲说那个父亲等着二儿子回来，是等他什么？他在等什么？他等他悔改。当他愿意，他的二儿子愿意转向的时候，他的父亲永远保持着爱，在等他的孩子回来。他也是无路可走，所以才回家的啦。对啊。对啊，所以你说悔改，我想不一定是悔改。可是圣经讲的是悔改，我们的圣经的重点是悔改，所以他那个二儿子回来跟父亲讲什么？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所以他的悔改就是他在外面吃猪吃的东西，他宁愿他觉得说
我如果回到我父家，我做个长工都比我现在的情况好。所以我为什么不回去跟我的父亲认错，然后回到我父的身边？这个是悔改，啊，这是悔改。所以它的定义叫简居了。他回家啦，他回家是爸爸来养我，我来养你啦，我把财产再给你。圣经没有这样写哦，圣经没有这样写哦，圣经没有这样写，你这样讲我没有说错啦，但是圣经没有这样写哦。人的话，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是把圣经里面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父亲他一直在等候他的二儿子愿意悔改，而这个父亲永远伸手，并且期待他的孩子回来。无论这个孩子他在外面做错了多少事情，这个父亲愿意接纳。这讲到的是这样，这一段讲到的是这样。可是换下一段，那个大儿子。大儿子看到那个他父亲他这样很高兴的伸手欢迎二儿子回来，然后看到说怎么家里在开 party， 对不对？所以他就问了那个仆人说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大家这么高兴？结果那个仆人跟他讲说你的弟弟呀，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那失而复得的。所以这个不见的，在人生当中迷途的，他回来了。回到他应该到的地方，他原本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要继承啊，对不对？结果他是把那个财产拿了到外面。那个有一点差错的地方，就是我们用这个人的眼光来看，都想到财产，可是那个爸爸是代表上帝的话，上帝是代表真理，是公义、信实、慈爱、怜悯，所以那个是真正的价值，真正的道路。可是他走偏了，他回归到正的道路，并不是说要让爸爸供养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本来是要继承天父上帝的公义、信实、真理，对不对？那是要继承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二儿子怎么样？偏离，他把这些东西放下不见了。我们那段的圣经讲的是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作者他讲这个作者是田春义在这里。田春义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在原本应该往前迈进的途中遇到了挫折，以至于他退缩。这样的挫折有可能包含校园的霸凌。有可能包含在工作上的霸凌，或者是刚刚胡老师他就点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很明确的地方，他有可能在纽约不顺，他有可能跟他的先生出了问题。我刚刚都没有解释这边，因为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有可能就是因为遇到了这些挫折，以至于让他退缩回来。但是他会变成简居的原因是什么？他已经好几年了哦。我没有说他这样不对，只不过他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成就。我讲的意思是他应该可以有更好的目标去追寻。可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退缩回来，结果退缩回来以后，他的爸爸很有爱心，所以不只是帮助他，然后让他待在身边。这个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爸爸包括我在内可能都会期待说家己的囡仔可以待在我们的身边，那是最好的。莫讲你拢无感觉安尼。去承奉就好了啦，为什么要待在身边？因为他待在身边，我们反而要做更多。对啊，他骗孙啊。进孙啊，不一定互你骗的尔，进拢孙啊咧骗阿公阿妈。所以这个是我在这当中讲到的说，你我可能是简居族，因为我们在这当中缺乏了3样东西，我们缺乏了向前走的自信，我们缺乏了我们自己本身应该有的安全感，然后我们缺乏了我们处理人跟人之间的能力，那是所谓的 EQ。
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好这样，所以我们的结果可能就会像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他可能在外遇到挫折，所以他退缩回来。可是亚比斯跟上帝求什么？第一个跟上帝求什么？扩张我的境界，好让我不是一个好像流浪狗一样，看到人就怕。因为当我的心里曾经受过伤以后，人家只要有一个小动作，我就吓得赶快跑。求上帝扩张我的境界，让我的心能够开阔，让我心能够得医治，让我的心能够完全、能够健康，然后朝着我应该走的目标往前奔跑。亚比斯也跟他求说：“与我同在。”求主、求上帝能够与我同在，让我充满了安全感，让我不是觉得我在这世间只是孤单的一个人，让我在我所走的路当中，我能够觉得有力量与我同在，好让我能够继续往前走。到第三个，亚比斯他求的是什么？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不是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而是上帝啊，求你让我有足够的能力，能够跨越我所遇到的患难。求主耶稣能够让我有很好的力量，能够往前走。我有3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在之前的学年，他的同学对他不好，会欺负他，甚至已经有一点快要到霸凌的那种境界了。所以那一年，他是在我们家里面最认真读圣经的。那一年我们家就是小孩子要上课之前，我们都在读诗篇，我们已经读到100多篇了。结果我们后来的这个学年就没有继续读，因为后来小孩子上课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读到119篇，到最长的那一篇啊就卡住了，一直没有再往下读。但是我这个3个的其中的这一个他在那一学期那一年当中，他最认真读圣经。而且他常常在自己的分享当中，他讲到说：“对了，就是这样啊，上帝啊，我们来看136篇，诗篇136篇，不是136，这是我忘记是26。好，来，我念给大家听126篇。126篇是上行的诗歌，被掳归回者的欢乐，就是去用掠伊的啦，被抓去巴比伦的，搁回来，因底下欢喜讲，当耶和华使西安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时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时列国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当这些人在用这种诗歌在唱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是真的已经回来了，而是他的期待，他的盼望，上帝成为我的拯救。所以他还在那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他的心就已经先有欢乐了。当那一次我跟这个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告诉他讲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环境已经是100分了，我们的环境已经很完美了，而是我们即使是还在那个困境的当中，我们心对神有仰望，让我们的心欢喜。结果伊阿公上来，伊讲对，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即使他们都还在欺负我，我要怎样？我心一样要高兴，要快乐，因为他们在等着你跌倒啊，他们在等着你受苦啊，他们在等着你生气啊，他们等着你去跟老师告状啊，他们等着你出糗啊。但是当我们在那当中，却自己依然有自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落入了敌人的诡计。那一年他非常的认真读圣经。隔一个学期，
学期开始以后，他跟我说：“爸爸，我好喜欢这个学校哦，因为这个学校哦，这些新的同学都很不错，这些同学哦跟我都很好，哦，我好喜欢这个学校哦，我觉得在这个学校上课好快乐。”听起来好不好？很好哦，我也认为很好。一个学期过去以后，老师打电话来，一个学年过去以后，就是现在，就是上个月，老师打电话来说：“哦，这通电话只打给敏珍，没有打给敏珍的那些同学，因为敏珍的那些同学都没有救了，所以老师不打电话。”意思是啥？哎，敏珍，我给他供出来了。哦不，意思就是说，他的那些同学都带着他一起玩，所以他很喜欢那些同学。但是就在那玩的当中，失去了我们对神原本的依靠跟坚信，失去了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在挫折里面奋勇向前所锻炼出来的身心灵的力量。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在患难当中懂得依靠上帝，或者是在顺境当中感谢主的当中，我们失落，到底哪一个比较好？我们自己去想，哪一个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简居族这本书，你我都可能是简居族，不表示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所走的路当中，我们真的被困住了。我们只是在那个当中重新去检讨，到底哪一个比较好。而亚比是在跟神所求的，他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要求上帝啊，你让我有自信，让我敢跨出我的那一步。他只是向上帝求说，让有你与我同在，让我有足够的安全感，让我不会害怕，并且让我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去克服我所遇到的困境。即使有那些同学他们在霸凌我，但是随着我对上帝的依靠，让我相信我前面所走的路能够越走越顺。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5到9节，保罗所写的保罗所讲的。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谎，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在讲什么？保罗有没有足够的资格去骄傲？绝对有。但是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请问他为谁夸口？为这人，这人是谁？所以这句话如果重新修饰，他会讲说：为主耶稣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他是加马列的学生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罗马公民他在社会上有足够的地位所以他有足够的学识他在社会上面他能够夸口的非常的多他曾经是被重用去抓基督徒的人但是为了他自己他都不夸口，他只夸口什么？夸口他的软弱。请问他的软弱是什么？我们再往下看想一下他的软弱是什么？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哇，你看他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他在讲什么？保罗在讲说，他因为主耶稣的关系，他得到了很多的启示，所以为了这些启示很多很大，好让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信。他成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为什么会有这一段话？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去质疑保罗，你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教训我们？你又不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当中的一个，你凭什么写书信来教训我们这些人？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他自己的身份在辩解。今天我为了耶稣我夸口，但是为了我自己，我只为我的软弱来夸口。为这事，这事讲的是什么？就是那根刺。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因为这个刺的保罗很痛啊，这个刺的保罗骄傲不起来啊，这个刺的保罗不敢不谦卑啊，这个刺的保罗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啊，他痛啊，所以他向神求说：“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结果主耶稣告诉他什么？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他所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他所要表达的是，他今天人生的得胜是出于他人生的软弱啊。今天因为他的软弱，所以他才在人的面前得以刚强。今天他不是拿他生命当中最坚强、最好的部分来向神夸口，因为当这些东西夸口下去的时候，所带来的只有骄傲。但是他的软弱不是让他变得自卑，他的软弱不是让他变得裹足不前，他的软弱不是让他去找到一个舒适圈，然后不再前进，不是。这些软弱不是让他成为简居族，这些软弱是成为上帝荣耀恩典的赏赐，因为这个软弱加上主耶稣基督，他克服了他生命当中最困难的部分。那一根刺是什么？其实我们没有真的知道，但是我们在猜，可能是他的身体不好。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写到说，他写字写得很大，所以很多人猜测啊，很多的那个经学家猜测，可能是目睭无看。因为那个被小的时候很凶毒，那是意外，所以你刚咬我。这有可能啊，哦，这是我们合理的推测，但是圣经有没有直接写出那一根刺是什么？没有。我在干嘛？我一听。又摸了，叫伊藤某派就爱在刷手，他就艰苦嘛。我听伊甲伊中央。爱啉高粱。是在你讲的啊。所以保罗夸口的是什么？夸口的是他的软弱，他的软弱加上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胜过了他所不能胜过的。这个在哥林多后书12章5到9节。这个投影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可是啊，这个是我这一次去南京我最想要去的地方，秦淮河。秦淮河，实在是水高尔啦。系啊。那迄个水啊，迄船啊咧，迄船啊，真正船啊，迄船啊。秦淮河畔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在读唐诗或者是什么常常读到，因为南京是6朝古都嘛，所以有很多的历史文化都在那当中。工业场所。必然的爱有风流。无比咱的爱河较大啊，无。还有秦淮河哦，我只去一段而已啦，它应该是很长啊，然后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玩，那我就是看到了，我点到为止，我懒得照啊。所以这个所在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他是很多闲客骚人，作诗吟对然后有很多诗意的政客，有很多商人那个做生意的商人都会在这里，因为那时候水运嘛所以这个地方那时候是非常的热闹雅齐爱文化就是从宋朝来的。也是外食啦，外食文化就是从宋朝开始的，所以它会有很多的那种外口吃的物件那种小吃足侪迄种小吃拢会伫这个河边原因就是因为
24小时都有船到，然后船要卸货，有工人吼，若是高雄的叫做码头工人啊，捆工啊。我毋知咱敢有印象吼？以前迄个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吼，迄个福气啦吼，就是迄个做工的拢会去啉啥？保利达还是威士忌吼，会啉迄个物件。啊，迄个今仔日个今仔日个气力是明仔载的啥？今仔日个福气的。嘿，福气，啊，佫有一个，今仔日个健康是明仔载的福气哦，是安那？我袂记啊吼。所以有很多的那种药酒的，底下拢卖落工嘛。所以你若去迄个以前高雄港边啊吼，拢有迄个拆船仔会，还有那时候台湾的拆船工业是非常的强，非常的多。原因就是因为2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很多的商船报废，军舰报废，然后所以都在那个地方高雄港底下咧拆。以前阮过去，阮爸爸5岁9岁吼，伊有本来就是码头工人，因码头工人咧做吼，一工8点钟，为着要趁钱，因拢加班，因一工拢做16点钟。因真正足勇的，那种身材哦，真的是虎背熊腰，那种冰箱哦，因为我们以前就常常搬家哦，我20岁之前，我家已经搬过10次了，然后有9次都是会友会来帮忙搬的那种。会有来帮忙搬哦，就讲迄冰箱哦，哇，迄冰箱足重的，伊一个就扛起来啊，他也得处理啊，一个人就那个对他来讲轻松愉快。冰箱呢，规台冰箱，当然迄个冰箱无亲像咱北美的冰箱遮大台啦，无遐大台，但是因咧搬厝真正足厉害，原因就是因为过去台湾的迄个经济就是对劳工，特别是伫高雄港，拢是对遐起来。所以你这个所在嘛是同款，它有很多的外食文化，它有很多的掮客骚人，它有很多的做生意的商人、政客都会在这个地方聚集，所以它这边有很多很特别的。但是这边你会当看到吼，伊这个物件后壁吼，伊就是江南贡院，江南贡院就是那时候最大的考场。所以为什么会有失意的政客呢？科技科不掉还是上面会都会在这边聚集。我想那个也是一种，那也是一种人生的牵绊。你有一个障碍，你过不去，不管是商人，不管是政客，或者是有很多的那个风花雪月的场所，拢伫迄个所在。但是要用什么话来跨越那个界限？但是今仔日圣经在甲咱讲的是啥？不顺心中的不顺心无顺心中间的平安，迄种的平安要用啥物话去克服？用信心。那个信心从哪里来？那个信心从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来，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今天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读圣经？原因就是基督徒不是只有知道一个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然后我们就在那当中就相安无事。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来告诉我们，神曾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所以为什么在读经当中我们会去找到？因为我们从读经当中去除掉我们心中的害怕。害怕是拦阻神恩的高墙，神要拿掉我们的依赖，使他自己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很多时候我们是借由读圣经的当中才发现我们自己的无知，才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才发现原来人就不过是如此。我想在我们教会礼拜3早上的读那个查经班里面，我们现在查到哪里了？启示录第几章？第4章。回去有没有念？有，很棒哦。为什么我们能够查到启示录？因为我们也查过了马可、路加、约翰，我们也查过了使徒行传，我们查过了很多保罗的书信，然后一直查到什么地方？一直查到上帝在未来所向我们显现的画面。如果我们的查经之前没有先查过那些东西，没有查过福音书，没有查过圣灵行传，没有查过保罗在建立每一个人信仰当中所写的书信，我们没有办法去到
神给我们对未来图像的启示录。今天我们的生命如何往前走，就是不断的接受神给我们的启示跟恩典，除去我们心中的害怕跟固执，好让我们能够使它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今天这是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想要学习、想要长进一个最根本的。所以基督徒需要去读经，基督徒需要去祷告，基督徒需要从读经祷告当中来得到神的启示，跟得到神给我们的力量。信心的表现就是困难中仍有平安。不晓得大家对唐诗300首有什么样的看法？咱莫讲到迄个大中华意识形态吼，莫讲去到迄边啦。你对唐诗300首有啥物看法？无病呻吟。无病呻吟，哇，一个就讲对啊，安尼我会当讲几啊句啊。唐诗300首到底是什么东西？话不过水，解释，悲哀嘛。唐诗300首里面很多就是失意的政客，很多就是没有办法在生命当中突破，所以他借由诗词在那当中发出自己的情绪，所以刚好就是刚刚讲的无病呻吟。但是它造就出美丽的诗句。我没有在这个当中来批评说唐诗300首是好或者是不好，那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的重点是，每一个人需要有他情绪的出口，而这样情绪的出口，我们的出口在哪里？在我们的上帝。唐诗300首有很多就是在这个地方写出来的。那些风花雪月，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伊咧讲啥？讲我足孤单呀，我无伴啊。我讲的无人要听，人讲的我无要信啊。所以前面没有人可以跟，后面没有人跟我来，所以安那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唐诗300首。我今天不是在批评哦，我只是在讲说，它就是从这个地方，很多就是从这个地方写出来的，因为没有办法去突破生命的困境。在机场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迄个南京的机场哦，就人足侪嘛，结果哦，大家拢伫遐咧找所在要坐啊，因为我就想着讲哦。譬如看到一个所在写 VIP 啊，其实我已经经过2次了，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没有进去，第2次去的时候又看到，然后不敢相信啊，因为他写 VIP， 我的直觉就是啥，爱钱啊，对不？入去爱钱啊，大家去机场拢会想要开钱，结果我入去了，我才发现这间内底是啥，免钱的，然后里面没有人。没有人，他又不用钱，又没有人，为什么？商务舱的一种舱人在用。对，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不相信里面可以做。对，我们以为它就是要商务舱 VIP 的才可以使用，可是我们不晓得，他只是告诉你，我这里有一个地方预备给你们，你们可以进来。可是没有人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啊。信心是我们接受上帝同在的器官。我们怎么去接受上帝与我同在？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去到这一间里面？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就是那个 VIP 啊，我们就是那个上帝所爱的啦。所以我们需要信心来接受上帝的祝福。你有讲入去坐哦？有。我有入去坐，伊还佫有 USB 会当插电充电。哦。这个我想要跳过哦。如何增加我们的信心？
好的同伴互相鼓励，好的方法容易做到，还有告诉我们自己上帝的应许永恒不变。但是这个都写在哪里？圣经里面。你现在生命的障碍是什么？你如何克服你自己生命的障碍？我谈到时间公要修这没有时间给大家去讨论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晚祷，能够去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现在生命的障碍是什么？你如何克服你的障碍？这个障碍对年轻人来讲，有年轻的人的问题；对主亲的少年家来讲，有主亲少年家的问题，就是因为受过主亲嘛。懂我的意思吗？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问题，小孩有小孩的问题，中年人有中年的问题，老年人有老年的问题。老年人的问题有可能是出于身体，有可能是出于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利落。但是我们如何克服这样的障碍，去找到我们生命往前走的方向，这才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生命的功课。信仰不是限制人，信仰是告诉人如何在上帝那里找到我们人生的幸福。用上帝的话语打破我们的观念，用上帝的话语打破我们既有的想法，用上帝的话语开阔我们的境界，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面对患难当中，我们依然有自信，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愿上帝恩典与我们同在，找到我们生命的困境，面对它，克服它。你不是孤单一个，至少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都需要有相同的方向往前继续。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你不遗弃我们，你也不放弃我们，你让我们在我们人生所走到每一个不同的阶段，要迈进新的阶段的时候，都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应许。你信实和广大，你应允我们的永恒不变。当你愿意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知己。当你应允我们成为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不至于缺乏。当你应允我们在我们所走生命的路上，你必扶持，甚至是透过启示录给我们看到对世界未来的画像、未来的图像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里充满了盼望，让我们心里在你的面前来得着力量，好让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奔跑的时候，我们突破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的障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打破我们生命的界限，好让我们能够扩张境界，好让我们时时有你同在，好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怡然自得。愿你所赏赐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在所走之路有你恩典祝福。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